養生咧就唔係亂食補品嘅，跟住四季規律先至事倍功倍㗎。相信大家都聽過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係啦，一年四季咧應對我哋五臟六腑啦，唔單止作息有講究啊，連日常食嘢都要跟翻個節氣。春生咧就對應肝臟嘅，適宜食啲綠色嘅蔬菜啦，例如西蘭花啦、椰菜花啦、紅蘿蔔啦、枸杞啦。記得千祈唔好發脾氣，唔好捱夜啊，多啲掃身子可以疏肝氣噶。夏長咧就對應我哋心臟嘅，天氣炎熱啦，好多人中意食西瓜啦、青瓜啦、番茄啦，清熱嘅。不過要提大家啦，西瓜係偏寒嘅，千祈咧唔好食得太多啦，一次過。同埋凍嘅西瓜更加要避開。秋收咧係對應個肺嘅。秋天咧係最容易乾燥噶嘛，建議食多啲梨啦、白木耳啦、白客啦、杏仁啦，潤肺嘅。要做好皮膚保濕啦，早啲瞓，減少個元氣消耗。冬藏咧就係對應腎臟嘅，重點固本培元啊嘛，可以咧適量咧仲食啲黑豆啦、黑桃啦、黑芝麻啦。最重要咧係身體保暖啦，早啲瞓啦，唔好過度消耗嘅體力嘅。無論春夏秋冬都要記住啦，飲食要均衡啊，少油少糖，恆常運動，保持心情平和，唔好亂咁進補啊，唔適合自己嘅季節同體質咧，食多都冇用㗎。簡單啲講啦，養生精髓咧就係順其自然，跟住四季啦，揀翻啲合時嘅食物啦，適當嘅休息啦，調理翻五臟六腑，身心平衡先可以減少病痛㗎，維持好健康。